弟兄姐妹平安，周间信息题目：做神的种子。圣经哥林多前书3哥林多310 24 26 你们一定知道，在运动场上赛跑的人很多，但是只有一个得奖，所以你们要抱着夺标的心来跑。Zaay ka fana kamusaw, tumikaya i kalalifutan i tumikay mi kay amamin, reng zay aza ko mama pakaura atam kao, haanen ko namo tumikay tu sabi layapao tu sa pakaula。凡参加竞赛的，在各方面都要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会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会朽坏的冠冕。Mamilifut atam sao amamin i maimer tu tireng i masamama nay semak tu sabi layapau nang ra tu mamalasawa tatama nay tamuhong。你告你了，我还能一代古什么都sabi layapau tu zaay ku mamalasawa tatama nay tamuhong。Urasaka zaay ka matiya o awaay ko patusukan ko kasumikay ako。
在噶玛的呀乌米斯的爱都发力过比斯贡阿古。所以保罗自己攻克己身，照身服我，过一个有节制、被神约束的生活，好得着不朽坏的冠冕。神的众子就是我们，也过一种诸事都有节制的生活。凡使他无法得荣耀的事，他就丢弃。神的众子就是我们，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荣耀。神的众子就是我们，眼目单一，只想要得着神荣耀的同在，甘心受神约束。有位姐妹非常渴慕神，失业期间除了来教会聚会，追求神荣耀的同在之外，自己也常常在家祷告，求神的荣耀更多显降在他身上，也求神赐他一个合适的工作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他口袋的钱所剩不多了，但神永不误事，让他找到工作了。上班之后，他还是和过去一样，下班不是去聚会，就是自个儿关在家里敬拜、赞美、读经、祷告。2个月后，他的业绩竟然第2名。接下来他的业绩居然连月直线上升，一直上升。在不景气的时代，他不止爬上全公司销售第1名，还以2-3倍的差距与第2名拉开。年终他得到一个大红包，但对他而言，得荣耀比得红包更重要。神的众子就是我们，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。我们是富二代，为神把万物和他儿子主耶稣都白白赐给我们。神称我们为义，耶稣在神宝座的右边为我们代求，求神保守我们结满圣灵的果子，得胜到底。而神众子就是我们，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？罗马书8章37节说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Itiniti ni kita ilalu ma'nu matini ay apalas i pakai ni tuya maula hai titana na atapangku saka pakaluwis itatunini。神的众子，我们会经历患难、困苦、逼迫、危险、刀剑等等，然而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主的爱就在我们心中燃烧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要得不会朽坏的冠冕，所以我们奔跑，不像无目标的我斗拳，不像打空气的，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为他